不是只有他下修他的名次而已，我觉得他应该退出这一次的这个不分区的立委。我觉得他的身份地位不是在不分区立委，这次他的身份地位我们已经非常的崇拜他，非常的崇高，不应该是在这里面的。而且我们的中常委已经有好几位都是万年中常委，可不可以？那看到老百姓的辛苦，请你们好好的做一个选择。如果很果决的废除万年中常委，退出不分区的名单，选民一定都会非常的对于国民党做这件事的改变非常的感动哈。那我们觉得不只有国民党要赢，而且是国民党必须要改革，才可以捍卫我们中华民国，捍卫2300万人民的幸福，才可以让我们的民主大的更进步哈。所以呢，我今天站出来讲这个话，是希望让民众知道，虽然常常被外界揶揄百年大党，但是面对这一份不符合民意期待的不分区名单，仍然有很多人会坚持从政的初衷。对的是，如果以我的资历，我选总统有过分吗？没有。如果说今天你排在15名拿得到，代表国民党国会可以过半，到时候你进到立法院去角逐立法院长，志强一定举双手双脚的支持听。可今天摆在不分区第10名的安全名单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今天会发生关键什么结果。我听到很多人告诉我说，那国民党是认输了吗？是觉得说今天不分区你没有把握能够拿到所谓的过半吗？所以今天真的是，我如果是还是在副总统身边的话，过去王先生每一次都是排第1名。我跟报告主席，本来也有人跟我讲说排第1名，我说绝对不可能，我绝对拒绝排第1名。我会在7、8、9之间，7、8、9，我已经很早就讲了。我为什么讲7、8、9？而是第1到第6，最好是请专业的。他们有高科技。你在听我们以前，你也知道我在做政治幕僚的时候，我是会全心全意的帮总统，也帮你来做破化。我今天真的为什么诚心的去做这个建议？真的就是不是来找主席的麻烦，就是我没有管到跟主席讲这些。我们常会通过，不可能说有人主张再下2下，然后就下，那明天就说再下2下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中常委有中常委的，我认为就是给主席的建议，就是如果主席我觉得您的名单的序能够往不分区的边缘调，已经不可能了，因为中常委已经通过，我不能自作聪明，你了解吗？如果我跟以前都排第1，那我就不排第1，我本来是这个。我以前有讲过7、8、9，我说我会7、8、9，而且党的主席2位副主席，外界的观感也是只能有1位，不能有3位，也不会有2位，这也都做到了。那我以前也讲，我说我一定是排在7、8、9，7、8、9，但是我又是真的，我是说真的，志强，对，不要一步就跑到大。我想，如果以我的资历，我选总统有过分吗？没有。但是我觉得应该选更适合选的人来做总统。这样好了，我想没有关系啊。我们今天是到有良的关系的，对，我们今天都非常感谢邀约的，非常感谢主席，好不好？谢谢主席关系，谢谢，大家会到心疼痛除愉快。好，主席您放心，那我们还是要团结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让因为中常会已经通过了，那我们的没有问题，我们也是不要放手，好不好？最希望国民党加油的就是我啊！我知道。所以你看，2018年也同样是没有钱。而且政权已经丧失了。我在最艰苦的2017年当党主席，我是经过全体党员选的14万票里头，是的，全部拿了14万。你看上次我们那时候去表达，让韩主席欢迎您晚上也再来这边。志强晚上还是您接讲。不要。那他已经跟所有网友说了。你要怎么开讲没有关系。